雲端服務嘅時代，會計都跟得上雲端嘅步伐。Lobster Limited 嘅 Xero 顧問帶你進入 Xero 雲端會計平台，透過一系列短片，幫你喺30分鐘之內了解同埋掌握 Xero 嘅核心功能。如果有啲 contact 你已經建立咗一段時間，但係你需要修改翻佢入邊嘅內容嘅話咧，咁你可以去翻 contact， 跟住 all contact。今次咧，我哋會用呢一個人叫24 log， 咁你可以直接撳入去，然後撳右上角 edit。入到去之後咧，你會見到佢個名啦，佢可以有佢專屬 account number 啦。咁佢有個 first name， 咁我可能會叫佢 Peter Chan。咁佢有 email 嘅，咁 email 會影響到咧，佢喺個 sales 或者 purchase 你要 send email 出去嘅時候咧，咁佢會 default 用啲咩 email 嘅。咁另外，如果佢唔止一個人嘅，可能佢有其他人嘅話咧，你都可以 add 更多嘅 person 喺入邊，打翻 first name、last name 同埋嗰個 email 嘅。咁之後仲有下邊嘅電話，咁我哋打翻啲電話嘅資訊落去。咁除咗呢啲資訊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可以望到左手邊啦，我哋仲可以入啲 address 啦，關於佢哋嘅 finance 嘅 details 啦，譬如佢個名啦，佢本身銀行 number 啦，咁方便如果你同佢有咩交易需要有啲銀行過數嘅時候，你可以睇翻自己呢一個版面。咁仲有 sales default， 咁其實係講翻咧有關呢個人啦。如果要做 sales 嘅，佢通常會用啲咩 sales account？ 佢有冇嗰個指定嘅 due date？ 譬如而家你見到嘅 of the following month， 幾多 day after the invoice day。想更全面同埋更系統化理解 Xero，可以進入呢個網站參加由 Lobster Limited 舉辦嘅 Xero 課程。